多谢。我互我的阿兄坐伫遐，嘿，我的阿兄是颜永玲、颜永能打狗乱歌团的团长，大家敢有熟悉伊？对。啊，我今仔日真荣幸会当徛伫遮，是因为阮阿兄甲我牵线的。要若无，我其实就是一个人讲是欧巴桑，但是我无承认我是，因为严永仁伊甲我讲我是苏格兰上敖干胶的欧巴桑，啊，但是我拢甲伊讲我毋是，我是苏格兰上敖干胶的 spicy mom 辣妈，我是安怎爱做欧巴桑，嘿对。Anyway， 好，今仔真感谢梁光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会当甲即个会当甲即个奖吼，会当互阮苏格兰台湾协会。其实阮协会人无济，差不多30几个啊尔。啊，差不多是所有苏格兰的台湾人，我毋是讲中国人哦，也毋是讲伫咧台湾出世的中国人哦，我讲的是台湾人，差不多嘛是差不多安尼尔。但是阮就伫咧遐对我是2005年出国，啊，伫咧这进前呢，我是安怎讲用的是阮阿兄呢，因为我对18岁高中的时阵，我就拢无咧读册，嘿，虽然我是读高雄女中，但是迄当阵啊，伊拄好来高雄开始唱歌，我逐工拢甲阮老爸讲我要去读册，其实我是逐工拢伫遐甲伊靠啦，对，啊，阮若是拢伫咧街头，啊，拄则即个农村的武装青年，伊讲啊，伊但是拢伫咧街头唱歌，啊去互警察拍，即个代志我嘛有做过，对，我是你的学姐啦，嘿，对，啊 ，anyway， 就是到尾我出国了，我就是无想足济，无想足清楚，嘿，啊我就嫁人啊，啊我就嫁去一个苏格兰，我若阵我要去英国，结果我是去一个足遥远的番邦去遐。对 ，anyway， 啊去到遐了后，我嘛是搁继续甲阿兄有接触。啊，阿兄伫咧2018年、19年的时阵有来阮的 Edinburgh Fringe。对，啊，迄个时阵迄阵我个上细汉的囡仔叫阿文啦吼。阿文我若遐逐工透早起来弹一个吉他，拢一直看阿文啊唱歌，啊就甲我讲 ，Jenny， 我感觉你安尼毋对呢。恁即个囡仔明明就应该是爱有番薯仔的模样，安怎看就是 potato 安尼尔啦。我讲，啊到底伊讲，我嘛想无啥，那减一味安尼啦。啊你番薯仔啊 potato 啊生出来哪会无番薯仔款？我讲，啊有一天伊透早起来，我想到啊，因为番薯无转来台湾打土去，所以番薯无打土去，袂生根，嘛无可能发酵。所以伊就甲我讲，你做老母的吼，无甲番薯吼带转来打土去，袂生根，袂发酵。你做老母失职，你知影无？我讲安尔话，啊我失职呢。所以我2020年的1月11号要投票的前，迄个投票所要关的2点钟，阮老爸佫牵我去投票，từ遐开始我就关伫咧台湾到即马，嘿。啊无啊，全世界疫情足严重啊，阮囝若伫遐可能即马嘛，嘿啊无出大啦，嘿，对。Anyway， 我等到台湾了呢，我就有经过足侪上帝的启用啦吼，啊，互我找到中营女中啊，甲新老爸伊妇产科的创办人2个苏格兰迄个女宣吼，啊因的故事，啊所以我就迄时足想要甲即个故事写出来，啊我迄时就想讲，安尼无我甲伊讲，因为即摆我是最后一个啊，所以时间应该袂当限制。对，我搁带阮阿兄来，所以我讲2杯。Anyway， 就是我即摆就是要甲大家讲啦吼，啊，我迄阵就是有找到即个故事，啊，迄阵因为我其实是真久吼，拢无讲嘛，无用华语思考，所以我迄阵就是直接用英语吼，甲因2个人的故事写出来，啊，我就是准备要来出版即个即2个苏格兰女宣的故事，用英语啊用绘本的方式，我按算要甲即2个绘本载转来到苏格兰安尼。大家嘛知影吼，其实阮苏格兰台湾协会自古以来就是拢一直伫咧迄个国会内底老比，因为阮即个阮台湾人是伫咧遐算做一个 minority group， 就是少数的族群，所以讲有真侪物件，比如讲去互中国人欺负，去互中国人 discriminate， 去互迄个一寡问题，就爱靠阮家己来争取，吼，所以阮社团常常拢是咧做即种代志，啊。有当时啊，伤硬性的物件，我就感觉讲，有当时用一寡较软性的，所以迄阵我就找着即2个苏格兰的女宣的时阵，我真欢喜，我就用英语家己写出来，用绘本的方式。阮原底是要用英语来
杀倒去苏格兰尔。但是迄个阵，我的阿兄的牵手，伊就甲我讲，伊即马拄好咧教金华老师学台语文，就是白话字。因为伊想，阮阿遐2020年9月初5迄天去佚佗，大家拢知影啦吼。嘿，迄个时阵我拢伫咧后台，我伫咧后台时阵，我有甲伊，我隔讲吼，伊就伫咧迄个，我有甲伊讲啊，我甲伊讲，你要做诶代志吼，我一定会甲你担起来做啦，嘿，你放心去佚佗安尼，所以我行到倒位我拢带伊去佚佗。anyway， 就是迄阵迄个阿芬就甲我讲，你会当用台语来翻译，因为足侪人若用英语拢用华语咧翻译嘛。我讲无啦，255当前的台湾人，而且即2个苏格兰的女选来到台湾，长老教会就是用台语、白话字、客语、原住民语，咧介绍外来的即个新的知识。帮助咱台湾，会当现代化，所以我有讲一定爱恢复古早迄个时台湾人的公营感，所以迄个时阵我就开始去找金华老师学台语，嘛，真感谢金华老师、文文教授，足侪人来甲我牵线，即个绘本翻译了，嘛爱特别感谢前卫出版社，因为这根本就是了钱，无可能会趁钱，嘛有可能会囤足侪货。浪费恁的空间的代志，所以，但是迄个时阵，俊晴就甲我讲，要紧若有意义的代志吼，阮社长有交代，就是爱做就对啊啦。所以我真感谢恁，会当互即个绘本来出版，对。即个绘本出版了后吼，大家知影嘛，其实阮苏格兰台湾协会做的代志就是，惊讲要做即个文化，但是阮真正的用途就是要做台独，所以呢，就是阮过去吼，一直拢是伫咧即个国会内底，阮拢大家人拢会问讲，恁是啥物人嘛？看到阮即种 Asian 吼，即个面图因拢会闹准恁是 Chinese， 所以等下大家若有兴趣，我遐有摕阮的墨纸，大家人会当摕一张阮的墨纸，阮的墨纸做了真特别，一张30块的台票，毋是讲伊足贵，是讲伊一特别，因为阮拢摕迄张墨纸呢，来当互大家看者吼，就是。阮若要入去国会议员的办公室的时阵，就是阮要去国会议员的办公室的时阵，阮拢会先甲阮的妹子拄落讲 ，Hello, we are Taiwanese Association, not Chinese. Thank you。对，所以因就看到因就足特别的安尼，因就会甲我迄张妹子留的，袂甲伊单掉，好，就是阮就是迄个时阵就常常甲遐苏格兰的人讲。其实台湾甲苏格兰有真深的关系，因为呢，古早是伫咧155当前，马哥对阮 Edinburgh 出发来到台湾、台南即个所在，甲咱即个长老教会甲所有现代化的知识，用台语、用英语的方式来，互咱台湾人有国际观。而且咱迄个台湾若无长老教会，阮无可能有民主，因为长老教会自古以来拢是徛伫咧民主的第一线，所以，阮就想拢甲即种物件偷偷送入去国会议员内底有即本册了，阁愈好势。因为2019年的时阵，用人去爱丁堡唱歌，我就有邀请足侪迄个爱丁堡苏格兰的一寡政治人物，就是囝来听歌，但是真正要甲因讲，台湾毋是中国，反正阮若是做即种哩哩扣扣的代志，足厉害，就是。所以迄时阵，迄个时阵Edinburgh，爱丁堡的市长甲议长，因就甲用人答应讲有机会就一定要来台湾。所以迄阵呢，2019年的时阵，一直到最后呢，2023年，好不容易呢，阮就甲伊处理来台湾安尼，所以2023年的3月，爱丁堡的市议会访团有来台湾，而且呢，我有甲因讲啦，毋通好去迄种迄落中国城，因为因建牌拢是去台北，我甲伊讲 ，You know actually, you going to Taipei, you going to China, so you don't, so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come to Taiwan, you have to come to Tainan or Kaohsiung, you know, you have to go south. 然后因就讲 ，Oh really? I never been there, you know like. 因为建牌拢是外交部拢甲伊安排去台北一日游安尼啦吼，我就甲安排来安尼，
啊，anyway 嘛，伊用足侪开力，因才有法度来台南甲高雄。啊，因来的时阵，迄个泽啊，阿铁啊，嘿，迄个王伟泽，伊就足用心啊，伊就买100本即个绘本，啊，就送互即个 Edinburgh 诶 City。啊，所以即摆爱丁堡有100套咱的白话字甲英语即种双语的绘本伫咧爱丁堡的小学啊，甲即个迄个图书馆。啊，我要讲的是，迄个时阵阮过去的时阵吼，因的爱丁堡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看到甲显开看到英语甲台语的时阵，伊目屎咧用要淋落来，目眶红啦。伊讲，伊袂输咧看到即两个苏格兰的富人人。透过即个介生爱要死去的文字，佮飞转来到伊的故乡，啊，转来遮歇安尼。所以我讲，所以迄个时阵我感受最深，就是语言，伊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如果即个语言若无去，安尼咱的文化就会失去。好，因为伫咧2005年的时阵，苏格兰的国家语言法有通过，伊内底第1页就写讲。语言是文化的根呐，你的语言若死，文化死，即个民族就死。吼，所以好啊，要 conclusion 啊，吼，大家毋免烦恼。我知影我肚做枵的。好，即摆就是总选举，大家人应该是一半欢喜，一半真艰苦啦。其实开票开到差不多6点半时，我家己人驶车去港边吼，我伫遐一直听用人的一条歌叫做《Formosa Lily》，嘿，啊，我足艰苦的。啊，内底用人甲我讲，其实开场的时阵，伊就讲，台湾吼无一定爱有阿里山嘛，无一定爱有101啦，因为迄两个物件拢是阿力啊上爱来的，所以无一定爱有因，但是台湾一定有需要在座坐伫咧遮吼，认真拍拼。啊，搁朴实，啊，搁友善，啊，搁善良的台湾人。所以未来呢，阮的工课就是，阮希望会当大家知阮的副总统是萧美琴嘛吼。啊，像阮即种海外的台湾人，其实阮嘛毋是啥物特别的人物啦，吼。啊，阮就是做妈妈就是教囡仔，吼。啊，爸爸嘛是教囡仔吼。所以阮希望未来呢，应该爱培养济的萧美琴。互阮的囡仔会当用双语，就是当地语言甲台语，不管是客语、台语、原住民语也好，会当伫咧世界用因的专业，用迄边因的国际语言，转来到台湾嘛，当用台湾的母语言替咱台湾人发声，这是阮海外的台湾人即马上爱做的代志，甲大家人共款来勉励，啊，会当互阮的台湾囡仔呢，会当来。像阮阿兄伊去佚佗的时阵吼，伊进前就常常咧讲一句话，啊，阮就甲即句话做即个伊的面巾吼，啊，互大家人，伊就是讲希望阮大家人台湾人，只要阮台湾只要做家己啊，全世界拢会接受阮啦，吼，就是只要台湾做家己，全世界拢会接受你，所以咱的囡仔一半番薯仔，一半。不管是 potato 也是啥物货拢好啦，吼，搁较安怎，着爱互阮的囡仔会当骄傲，讲母语，做家己，做一个勇敢世界的台湾人，多谢。